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伫咧屏东有一对假弟仔好亲像去互爸母虐待，大致受伤满月小弟仔死亡，检警也当咧调查相关案件。受人吹死的马来西亚查某学生，伊的家属提出3项诉讼，要求各部判嫌犯死刑，甚至要引渡嫌犯去到马来西亚治罪。南投有一位国中查甫学生，甲老师大细声，老师报警叫警察来处理。原本基金会认为讲老师的做法欠妥当。讲到新闻一开始，咱做回来关心，好亲像又有一个虐待囡仔案件发生咯。伫屏东有一对假弟仔，小连续2天拢发生意外。顶礼拜一岁外阿姊对面床顶头摔落来，头壳着伤。拄满月小弟因为恶年啊，摔来砸死。伊的爸母表示讲无虐待囡仔行为，不过检警认为讲案件无单纯，目前也等咧调查。相片内底老母抱担出席的后生，老爸和查某囝做伙参加庙会活动。这个会也是真快乐。不过屏东这对假弟仔却小连续发生意外，一回阿姊头壳着重伤送病院，也那1个多月的小弟，过顿天嘛雄雄死亡。屏东检警接到社会处的通报，介入调查。我们自己也是很疼小孩子的啊，对啊，被社会局说成我们受虐儿童，我们真的很那个啦，就是很无奈。我们还必须由法医再进行解剖后，才能够确认正确的死因。这对假弟仔因老母讲，因查某囝19的时阵跋倒去弄着头壳，因为迄当阵伊要饲因囝食奶，才会无注意到查某囝的安全。迄若过顿天后生咧食奶的时阵，因嘛有照常家己打脚疼，后生嘛有拍下。想袂到早起困精神的时阵，因后生的面已经翻乌。针对爸母的讲法，检警是采怀疑的态度，因为小连续2天发生意外，代志可能无遐尔单纯。我们把它列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案件，但是也是因为重大的一个案件，所以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医院方、跟我们的检方、跟我们的警察以及社工4方联合，做更严谨的判断。屏东社会局表示，一回查某囝还阁伫咧加护病房做治疗，因为这个家庭并无通报是高风险的家庭。不过因为24点钟内一对假弟仔小连续发生意外，考虑到保护儿童，紧急甲查某囝做安置。因为后续的调查，若是照顾有疏失，家长就要做亲子教育；因为涉及虐待，就会以违反儿少法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细汉若无屈，大汉就屈袂屈。老师的做法，敢一定就是正确的。伫南投有一位国中的查甫学生，因为这个月初3，因为违规去互老师叫入去办公室，好亲像是咧对话当中，学生的情绪失控，对老师瞪到大细声。老师也随敲电话报警。南投县教育处表示讲，尊重老师的感受甲做法，不过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老师的做法无符合教育目的。南投一间国中的查甫学生，好亲像不合老师的管教，原本躯伫涂骹，雄雄徛起来凳倒啊，佮逼近老师，一直甲警察出现伫镜头前，学生才被揪开。对老师请警察到学校协助的代志，南投县教育处表示尊重个人感受。不管是教师的人身安全，还是学生的人身安全，我觉得有需要的时候，需要警察来协助的时候，也是对校园安全一个有保障的行为。南投县教育处指出，教师辅导甲管教学生办法做4项第13条，老师面对攻击、毁损行为之余，会用采取必要措施。校方当时定位是校安事件，所以才通报警方。张校长表示，老师伫教育现场确实无绝对的主导性，因为有很多的一个管教的一个红线的部分确实是会造成老师在管教上面很难去施展发挥的一个空间，这样会动用到警察权，警察的部分大概就是很危机啦，这是比较罕见的。原本基金会批评，面对高关怀学生，个别老师的专业确实无法度导正学生偏差行为的时阵，应该寻求专业的辅导老师协助，直接请警方到学校处理，较无适当。应该要有资源系统进来，然后接手来处理就是学生的负向行为问题。因为你找警察来处理，恰恰好告诉学生，我就可以用强的方式来压制你，而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南投县教育处表示，代志过后，家长、学生甲老师之间已经做良性的互动，即学生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对后续辅导方式也甲家长沟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顶个月，中央大学发生马来西亚查甫学生去互吹死案件，死者家属已经透过台湾的律师提出3项的法律诉讼，内容也包括着国赔、判嫌犯死刑，若准台湾无法度处理，会要求引渡嫌犯去到马来西亚审判。行政院长苏贞昌搁再强调讲，台湾人伫台湾犯法，会依照台湾的法律来严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台湾方面。为马来西亚来台湾读册的女大学生，顶个月28伫台湾被杀害。家属二三伫马来西亚召开记者会，讲因顶个月来台湾的时阵，真感谢台湾甲因斗处理查某囝的后事，嘛提供各种的协助。不过后来因也是透过马来西亚，也有台湾的委任律师，要求台湾政府一定要甲凶手处重刑，而且申请国赔。在这起事故不会白白的牺牲，我们希望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台湾司法界的最高的刑罚。也就是死刑，也希望校方、警察及重视这个校园校外的环境，提升保安措施，提升各方面的警觉性。将来会看这个检察官他的起诉书的内容，我们再来决定。记者会还讲到总统蔡英文承认女大学生发生这个不幸是台湾疏忽造成的，加上台南警方有涉案的嫌疑，这个疏忽会当构成台湾当局赔偿的证据。委任律师表示，若是台湾的司法无法度照因的意，就会透过马来西亚司法的庭事提出引渡的要求。不过，根据引渡法，别国请求引渡的人犯，若是咱国的国民，都应该拒绝引渡。对于我国的法治大家都很清楚。国人在国内犯国法，我们一定依法严惩严办，必须要依照我国的引渡法规定来处理。不过，对于犯罪嫌疑犯我们检察机关一定会依照个案的情状来严惩重办。遐若家属嘛，即期学校有疏失，包括无提醒学生，还佫要求学生甲网络顶找人的图文摕落来。针对这点，学校表示已经配合教育部的调查，嘛会深深检讨。遐若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协助家属提出国赔的申请，嘛甲法院发声。我们愿意协助家属来做一个国赔的申请，也期待法院的判决要符合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共同的期待。学校是配合警方，这一切都是为了担心影响办案进度、办案困难度的关系。经办的桥头地检署按算伫2个月期下的期限内，也就是今年上尾1天进前，甲姓杨的嫌犯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家己病院麻醉科主任陈敬辉的查某囝伫咧韩国读册，不过伊伫初六暗时煞去互食酒开车，搁在弄红灯的人活弄死。陈敬辉也希望讲挽回搁较济无辜的性命，伊就发起联署，希望韩国政府通好来重视食酒开车的问题。不过联署的人数无够济，甚至搁在翕影片，希望会当搁较济人来甲伊支持。我们一家都毁了，我们希望他的死并不是白白就牺牲了。面对镜头讲到伊过往的查某囝，是讲到后天嘛唔甘。卫福部家己病院麻醉科的主任陈庆辉讲，伊28岁的查某囝伫咧韩国的大学读新学班，煞伫咧初六暗时，伫咧小年要登去厝里的路面，煞拄到车祸。伊车顶的时阵，行伫咧马条线顶悬，煞叫一个啉酒赛车的人因为窜红灯弄着，怎不幸来死亡。一个家庭就安尼怎破碎。陈庆辉向青瓦台发起联署，要求韩国政府提悬啉酒赛车的刑责，希望莫阁发生这款的不幸。这请愿要超过20万份，韩国政府才会重视。我们现在只有5000多份，请大家真的帮忙一个破碎的家庭。不过，若要韩国政府重视啉酒赛车的议题，条件并无简单，至少要超过20万份的请愿人数。陈庆辉甲查某囝的后事办了，为韩国返来台湾了后，人目前还阁伫隔离。透过影片，呼吁阁较侪民众参加联署。因若联署书的内容，讲到家属思念查某囝，悲痛万分，敢来当恳求韩国总统还阁有议员，看到因悲惨的遭遇，互啉酒赛车有阁较严格的法律，防范悲剧阁再发生。因若家己病院的员工嘛做伙参加联署。另外，立委是表示，会随协调各单位提供协助。家属爱坚强爱这爱。第2点，我感觉讲，咱的外交部要协助于家属。到20暗时为止，请愿人数为原本5000份，快速请愿到超过7000份。不过，离20万份的条件，还有一段距离。立委强调讲，而且警政署甲韩国警方多多交流，想办法解决台湾人伫外国发生的问题。
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政府推动创水南国内制造，总统蔡英文24日早起特别落南去到高雄，替船厂挂牌。总统蔡英文也个强调讲，这行这一大步，大家已经等4冬，这回是用行动来消灭种种的假消息，也是守护台湾的主权。请启动。总统蔡英文带领国防部长丁官员进行开工仪式，现场嘛用电线球来直播各项的装备，输出许可等等的物件，宣示海军创水南国造正式来起工，国防的一大步算是等了4冬。走在历任政府没有真正走过的这条路，确实是有重重的挑战，也会遇到种种的质疑。不过挑战和质疑不会打倒我们。今天起 ，Made in Taiwan 的潜舰就要正式开始建造。蔡总统伫此时特别点出着3项，讲即届参水人的动工是突破着英国谣言，嘛是守护主权上有力的展现。透过了动工，粉碎了不实的谣言，但是我有信心，就像永鹰高教机成功首飞的那一刻，所有的谣言都不攻自破一样。今天潜舰的动工，就是我们证明实际的成绩，粉碎谣言的开始。回顾参水南的国造，筹备的总经验开超过493亿，在108年5月初，台船船单制造的厂房来动土，总算到达，会使起工制船。未来国军的目标，希望2024年第3季制造风玉型的原型舰，会使落水。2025年会当来海试，按算打造6至8台2500吨至3000吨的制造的参水南，提升台湾国防的能力。搁有后壁就是国军唱水艇专用的厂房，海军表示伊有修造合约，嘛因为地点偏僻，所以未来会当避免着外界偷看到机密的疑虑。千纳式的厂房，根据海军透露，内部看看，总统蔡英文嘛趁着开幕式进前，先到厂房视察，这是鱼雷讲甲第1段的船单。这届制造唱水南开工仪式 ，AIT 处长嘛特别出席，替台湾唱水南制造提升国防来做见证。记者陈家文、林玉凯高雄报道。接落来要甲观众朋友报告一件疫苗的好消息咯。讲到国内疫苗公司高端24日发令说明会顶头表示，临床试验第1阶段已经完成收案啦，按算伫12月初就送出第2期的审查文件，希望伫明年5、6月就当完成第2期的试验，上万伫明年6月就通好使用紧急授权，予头一批疫苗伫台湾上市。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台湾会当透过着 COVAX 买着460万吨武汉肺炎疫苗，明年头一季就会当送到位啊。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生团，各国研发疫苗传出好消息。国内疫苗公司高端也伫24日发言说明会表示，高端新冠疫苗的抗原来自美国国卫院 NIH-S2P 这2倍，甲最近公布免疫保护力有94.5%的莫德纳拢使用同款来源的抗原。目前临床试验1期已经收案完成，按算12月初会送出2期临床试验审查文件。预期在12月下旬，那么顺利开展我们2期临床实验，已经准备好100万剂。那么在这个第1轮的时候呢，那可以提供我们国人来使用。高端表示，伫政府协助之下，要拼明年5、6月完成所有2期临床试验甲相关的文件，上半6月底进前摕到紧急使用授权，予第1批疫苗上市。指挥中心第1摆透露，台湾新冠疫苗货量上加砍3至已经透过 COVAX 摕到460万剂，开差不多4830万美金，相信明年第1季应到会。就是这个疫苗，就是占它人口的10%到50%。然后，如果这个疫苗通常都是2剂啦，目前的这个疫苗是2剂，所以我们有加入这个部分，我们的买的范围就是10到50% 的人口数再乘以2，大概是这样，这是 COVAX 的部分。英国牛津大学甲阿斯利康制药合作研发新冠肺炎疫苗，根据第3阶段的中期试验上新数据指出，有效程度平均是70%。比莫德纳有94.5%的防护力，甲辉瑞的 BNT 防护力95%比，阿斯利康的数据无遐尼好。Higher efficacy regime is better tolerated, and also there's a hint that it may have an impact on asymptomatic infection
and therefore possibly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虽然保护力的数据看起来不如竞争对手好，不过因为较好储存甲配送，而且成本也较低，才优势。若是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也伫全球防疫发挥重要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迄边的疫情，第23增加22人确诊，其中有2个是本土病例出现伫天津甲上海。另外，香港出现第4波疫情，上界严重的就是跳舞群组内面的群组感染是上界侪人的。特首林郑月娥也表示讲，因为疫情变歹，开始限制酒吧甲 KTV 都要关起来。酒吧位工作人员拢穿防护衫。新冠肺炎疫情伫中国上海浦东机场相关的确诊个案已经连4天确诊，疫情继续有增加的趋势。日暗，相关单位伫机场设置临时检测区，要求所有机场人员拢爱进行核酸检测。新增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2例，天津1例，上海1例。全球疫情继续探，身为疫情上早爆发的中国，最近包括上海、天津、内蒙古等地陆续传出本土确诊。中国流行病学家吴尊友指出，病毒介意计分，建立单位了后，所有的国际运输环境拢类似冷链系统，可能会引起新一波疫情。在这个同时，世卫组织指出，已经得到中国的保证，将量早安排专家进入中国调查病毒起源。We will have a team on the ground. We need to be able to have the international team join our Chinese colleagues and go to the ground and look at the results and the outcomes of those phase 1 studies and verify these data on the ground. 赖恩表示，追溯联合病人是重要工作，而且联合病人也可能唔那一人，是来自无同地区、无同时间，所以爱实地考察、分析病毒起源，参人甲动物之間嘅傳染。多數都會涉及係唔戴口罩。而啲人群聚集咗咧，亦都會有一啲身體嘅接觸嚇。咁啊，基本上都係一啲消閒娛樂嘅場所。我哋覺得為咗保障香港市民嘅健康同埋控制疫情咧，係需要關閉。那中國疫情受關注，香港也出現第4波疫情，但係新增80例確診，其中有54例，甲真正爆發的名人跳舞群組有關係，也和這個群組累計確診來到187例，也閣有10人來源不明，所以港府緊急宣布，要關掉酒吧、KTV 等各類場所。所有酒吧、所有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者夜總會咧，亦都係必須關閉。餐飲處所咧，所有嘅宴會嘅人數上限咧，會調整至到40人。也閣有港府強化高風險族群的強制檢測，目前已經有2800多人依照公告採檢，未來會將產油干那的發放地點擴展到郵局、港鐵站等地，希望會當防止疫情繼續傳開。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講到立法院要搬選案件已經經過幾多冬啊，攏無結果。不過立法院長游錫堃最近有簽准通過，會成立委員會來規劃未來立法院。委員會內面有國會政治、建築甲都市設計專家，要做伙來規劃新面貌的立法院。目前到底立法院要不要遷建？要遷建的話，遷到哪裡？這個到現在沒有答案。立法院長游錫堃話講甲真無奈，因為議院要選已經討論20多年。1992年捌講要選去華山，1999年要選去空中古蹟，2011、2016也攏提案，按過攏無消息。相較起來，台灣的國會真的非常非常的寒炕哈，我們連一個要找一個適當的會議室，有時候都常常借不到。立法院為民國49年選一擺，原本只是一地時期第2高等女學校，不過空間有限，陸續爭取議場、紅樓、軍憲樓甲立法研究室的中型大樓，不過依然無夠用，而且建築物舊國分線、動線無好，佮加上真濟棟建物被指定古蹟或者是歷史建築，除了結構安全有問題，也影響各項技術運作的效能。游錫堃要拼佇近期內確定選地點，最近正式核簽通過國會環境規劃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設置17人到21人諮詢委員，中央立委也修正提出適合立院的地點。就方便性的話，我覺得中正紀念堂應該是比較方便一點。藍綠等等的前輩委員都有提過要把它遷建來台中，那這一次是不是我們就能夠一鼓作氣，然後讓這件事情美夢成真？不過有學者提出立法院開始要搬相關部會地點，也要考慮。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應該是要決定
第一个要不要离各部会就是行政单位太远，好，那这能不能被突破？第二个就是，那如果不能太远的话，双北市还有哪些地方会有控制？孙正义表示，确实要对立法院目前的建物修理改起，可能牵涉到高级补助问题，可能爱找临时替代地点，也爱考虑地点的个案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讲目前伫咧放无薪假的公司有486间，大约有10934人伫咧放无薪假，比顶一期是减少383人，这回是有明显的减少。虽然讲航空业甲观光业依然是真严重，不过餐饮、科技、金融、电信甲卖出的中人，拢有伫咧找员工，大约是欠4万人。就业服务站内一寡求职的人填写资料，准备应征工作。因为24就有餐饮业者，也有友善频道业者，到就业服务站直接面试。希望进前受到疫情影响失业的人，会当来这找头路。就是看看哪边比较适合，可能想要餐饮业吧。因为刚好今天是有这个征才的职缺嘛，所以就想说就是来看一下这样子。来找头路的人感觉到下半年疫情平稳了后，工作机会开始慢慢出现。根据劳动部24公布的无薪假实施统计，这期的实施间数是486间，人数10934人，比顶一期减少383人，继续创下7月高峰以来的新低。甲顶个月同期比起来，实施人数减少2250人，下降的趋势明显。台湾真的防疫比较有成的一个情况下，确实很多行业甚至是比如科技业受到这个转单效益的一个加持情况下，我是觉得台湾这个无薪假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严重。现在餐饮业已经又等于是人流都回来了嘛，所以说这个餐饮业包括物流业在国内大家还是被重视的。餐饮业他都需要我们帮他找人，而且他也不一定要有工作经验。除了餐饮业，因为人较济，产业佫烧落起来，也包括着金融、科技、电信、办公中介这些产业，拢开始找人。五大产业也开出4万的缺，亲像金融业4大受险，明年征求人才都要2万人。和台湾的求职市场在全球疫情中呈现完全无同的风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推出1000块的旅游补助，对12月初1到明年3月初7，补助10万位一般旅客，甲10万位对旅游团的旅客，要欢迎大家来到台北市旅游。就算疫情缓和，但是国际边境也是继续封锁。台北市观光旅宿业失去国外旅客受创真严重。台北市12月份佮推出秋冬安心旅游补助，无限户籍地去台北市合法的旅宿业来带，每一个人补助1000块，自由行加团客开放20万的名额。团客从12月1号开始了，那自由行是从12月2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3月7号灯节结束，你知道吗？大概我们准备2亿的补助费用来支持我们台北市的旅馆业，整个观光旅游产业的产值大概8000亿哈，然后基本上80%以上都是从事出境或入境旅游的部分。那因为在交通部的号召之下，我们就全部在往国里来做一个大幅度的发展。台北市长郭文泰强调讲，边境管制真严格，国内日子也是爱过，希望透过这个补助，号召20万人来台北旅游。台北企业股分做自由行补助甲团客补助，来台北自由行伫12月24到明年3月初7，限定平常时每一房会当抵1000块，名额是10万人，每一个人限用1届。团客部分鼓励旅行业者规划台北市2天1暝旅行团，行程包括4个台北相关的指定景点，带1暝过1顿，补助业者每一个人1000块。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来申请，我们都会给。那中央有没有禁止，我们就不晓得。原则上要看他们的政策，但是我们不会去限制说你领了中央你就不能领台北市。观光局嘛要伫咧明年2月初8到13推出春节专案，甲台北市的旅游家业敢有踏着，到时阵旅游补助中央甲地方敢时间内当选一个。台北市副市表示，台北市无限制，嘛希望中央开放互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宣调美国总统拜登23公布头一批内阁成员名单。国务卿的职务是由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布林肯来担任。这回要增加一个职务，合作气候变迁总统特使。有人认为讲这批名单反映着多元性别甲族群的特色。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现年58岁安东尼布林肯来担任新政府的国务卿。若做顺利通过参议院的审核，布林肯会当讲是资深幕僚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最佳模范。布林肯纽约一个犹太家庭出世的，中学的时阵对伊的妈妈选去法国巴黎大，伫迄个所在读双语学校，所以这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人才会当讲真老的法国语。36岁的布林肯是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演讲写稿人。拜登担任参议员期间，布林肯都是伊上信赖的资深幕僚。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阵，布林肯是伊的国安顾问，尾也阁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工作，负责伊拉克战争也甲叙利亚战略布局。布林肯是一个欧洲主义者、多边主义者也甲国际主义者。奥巴马伫华盛顿邮报专访的时阵，坦白承认，拜登一个月就职了后，需要一段时间，美国才会当为川普的美国优先重回传统的全球领袖的角色。There's been some damage done that i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o dig ourselves out of. But there's no doubt that Joe's got the right people to do it, and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ey'll be able to do it. 布林肯2015年捌甲当时去美国访问的台湾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会面，伊对美台关系的态度是正面友善，也甲持续深化发展的看法。选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捌甲伊通过电话，表达祝福，也甲继续深化合作的意愿。但是中国布林肯虽然认为讲美中中间无法度彻底断绝，阁有利益的考虑，只不过中国伫外交、军事甲经济这方面，确实是美国一大挑战。奥巴马是以聪明、优雅、老练的外交官形容布林肯。He's outstanding, smart, gracious, a skilled diplomat, well regarded around the world, and I know he's going to do a great job. The reports are that Jake Sullivan will serve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Wicked smart, young, energetic, and I think is going to be outstanding. So you're seeing a team develop that I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为着应应地球暖化挑战，拜登政府伫国家安全会议正式气候变迁总统特赛，由前国务卿，也就是2016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签约代表约翰凯瑞来担任。财政部长人选是前联准会的头一位女主席耶伦，前中央情报局的会的女副局长海恩斯将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前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格林菲德将担任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外界普遍认为讲，这个新政府的人数安排正平稳，佮反映着多元性别也甲族群的特色，无出现左派人马。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到达已经超过1200万人感染，要到26万人死亡。而且接落来就是感恩节的假期，美国卫生单位早就发出警告，要求民众就唔通拍走。不过讲到20到22这3天，就已经超过300万人坐飞机啊。因为防疫专家认为讲，疫情可能会愈来愈严重。行李团上大为着满满的人继续3月新冠疫情，伫美国爆发，机场关起来停班，即马感恩节特别教化，互冷清之久的机场佫出现人潮。I'm here to visit my family for Thanksgiving and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them. I make sure to, limit my social. I don't go out much anyway over there, so just limit my interaction with other people. 民众看到大包小包，关于登去过感恩节，根据统计，伫20到23天的时间，就有超过300万人为美国各地机场进入安检门了后坐飞机，敢若22一天的旅客数就突破100万。另外，假期的高峰将落伫29，休假日迄天。I do have concerns about seeing some family that have secondary health issues. I did take, all the precautions and, of course, wear the mask because, it's necessary. 就算是做好万全准备，不过专家也是感觉烦恼。美国首相传染病专家佛奇指出，那民众无顾着警告，恐惊互病毒加速摊开。They're putt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t risk. There'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that from people who have no symptom. 目前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2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5万7千人。不过民众亲像无顾着看到，因为根据美国汽车协会预测，今年会有达到4500万至5000万美国民众展开感恩节旅行，人数只比去年减少1成。疫情继续升温的纽约州州长古莫警告，全美国将进入群聚感染风险上悬的37天。And it is always the combination of events that creates the major issues. This is a toxic cocktail
of dynamics and fact. 另外，加州州长纽森也被压出违反州内的防疫措施。11月初6，纽森甲伊的家后，叫人看到参加一场生日派对，也毋过餐厅内的聚会超过3个家庭，而且拢无保持社交距离。I made a mistake being with a few extra people beyond the guidelines that I've been promoting, which is outside the households. That was a mistake, and I let my guard down, and I apologize for it. 到目前，加州招病人数已经突破110万大关。敏感时期点竟然无顾到工会警告，甚至以身试法，伫疫情期间做了上歹的示范，恐惊有损公信力。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看到南韩，因为疫情关系，大家拢无爱出门，所以货运的业务量煞来增加，甚至发生讲到达已经有15位的货运人员因为过劳煞来死亡。当地政府也限制货运人员上班时间，防止悲剧再发生。赶紧走入去大楼内底，坐电梯上楼，一站一站配送商品。南韩送货人员陈先生送完这栋建筑的物件了后，佮要赶到后一个地点。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南韩物流的需求向上增加，平均每一个送货人员一天爱送数百个商品，造成工时过长，超过12点钟的过劳死。 벌써 지금 몇 명, 10명이 벌써 죽었는데 우리가 일하려고 죽으려고 일하는 건 아니잖아요. 하려고 일하는 거지. 南韩民间团体劳动职业安全卫生中心调查，在疫情之下，送货人员平均每一礼拜工课超过71点钟，超过政府规定的过劳的基准10点钟。另外，南韩政府对送货业者的法律保障真少，嘛互长时间工课的人无法度得到应该有的薪水。所以，伫今年南韩失业率创纪录之下，送货人员更加唔敢轻踩换头路。 각종 갑질 계약 내용들이 많이 있습니다. 이런 거를 일반 노동자들은 근로계약서로 보장을 해주는데 그냥 자영업자로 대우를 해버리니까 보호받지를 못하는 거예요. 그래서 각종 갑질에 이제 휘둘리게 되는 이런 상태에 내몰려 있는 거죠. 对此，南韩嘛伫前前公布新的政策，要求未来每一间物流公司要根据状况甲自动化的设备数量，调整限制送货员工每一天的工课时间。另外，嘛会尽力改善送货业的各种欺压、太价竞争对员工不利的规定，让员工上暗时到暗时10点就免搁配送商品。另外，协助公司甲劳工协商，让员工有一礼拜休困2天的权益，确保这送货人员拢有加入一再保险，避免悲剧搁再发生。国际新闻，但是东边。 伫咧南美洲的巴西、智利甲玻利维亚，拢伫咧23发生街头抗争。智利甲玻利维亚因为是社会福利的问题伫咧抗争。若讲到巴西，是因为大卖场的保全拍死一位乌皮肤人种的民众，所以引起种族歧视的抗争。 地幕警察向门牙口示威的民众发射催泪瓦斯，这个所在是巴西南部大城阿雷戈港。抗争活动为日下就开始，主要原因是40岁男性黑人弗雷塔斯，和一个女店员指控言语暴力威胁，呼叫到保全人员来处理。经过检方甲法医的相验，弗雷塔斯的死亡原因可能是无气。 到伫案情还未查清楚的同时，类似美国 BLM 的组织，到伫巴西各地串联，发起着大规模的抗议。圣保罗这间家乐福分店甲命案完全无关系，却是难得互抗议者入来抢劫迫害命运。 Brancos, negros e índios edificaram o corpo e o espírito de povo rico e maravilhoso. Contudo, há quem queira destruí-la e colocar em seu lugar o conflito, o ressentimento, o ódio e a divisão entre raças, sempre mascarados de luta por igualdade ou justiça social. 巴西邻国玻利维亚中部城市科恰班巴也出现相当激烈的警民对立局面。 抗议民众对警方弹各种物件，地幕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来反击。示威者为了促使政府增加学童的经费，加教学的器材补助，所以游行区市政府外阻碍交通，才甲警方爆发着冲突。各向西南边行，挖近太平洋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同款嘛是警方的催泪瓦斯，甲示威者乌白弹的这物件满天飞。抗议的诉求同款嘛是甲社会福利有关。智利国会7月份捌通过法案，将退休金的额度提高10%。这个月又通过类似的法案，两个拢无排除条款，同时也拢列入免税范围。总统皮列拉认为讲，这将使得退休基金提早破产，所以坚决反对。佮准备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政府同时佮提出方案纳入排除条款。
款，同时推动退休金管理制度改革，不过拢遭受民间强烈反对。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去到立法院要进行施政报告，祝贺国民党团组党第12摆。在野党也质疑讲，去到美国敢有要查猪肉工厂，这项代志敢有要做咧？苏贞昌也表示讲，受到疫情影响，真是无法度，若准疫情过后，一定会去查。有来客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明年就要进口，不过卫福部处长赵宗良23煞解喙讲，海外查厂不是必要的条件，叫在野党质疑讲政府的承诺跳票。行政院长苏贞昌24去立法院闭询的时阵回应讲，等疫情过去了后，一定会去查厂。因为卫福部长陈时中嘛表示，查厂是已经按好的方向，会尽量去做。现在固然受限于疫情而不能出国、不能查厂，但我对开放进口一定逐批查验。未来疫情过去，那我们一定对新进口的会去查厂。从头到尾我都一直讲过，这一直在洽谈中嘛，哈。那基本上对于查厂哈，带去看这个厂边的安全卫生，这是我们既定的方向。议场内底，国民党团阁搬出2只猪仔的道具，还阁有蔡英文总统等5个政府官员的人形扛棒，主动仪式进行。那也立委大声喊口号，批评蔡政府对进口内猪这件代志态度真傲慢，嘛无回实的。因为安尼，24苏贞昌第12届去立法院做施政报告，也是无法度上台。民众党立委是搬出目前无法度伫院会一读复委累积700多件的法案，呼吁拿力停止拍假球，和议事回归正常的运作。我们的提案所有都卡在这里面，我们也决议，好，礼拜5开始报告事项可以先走。但是施政报告，对不起。那也按算27未做动议案的报告事项，不过强调讲，苏贞昌若要就台做施政报告，都要先核实的。不过民进党立委郑文平嘛指控讲，国民党团只是占领议场，暗时占用立法院的会议室，调开地方党部的会议是党国不分。也那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嘛邀请蔡总统辩论来滴，再去由党籍立委去总统府上邀请函。到目前他都没有这个接受，都没有前来，所以我们国民党呢。也要代表人民来要求跟他辩论。国民党秘书长李乾亮嘛表示，若是蔡总统无答应辩论，国民党会阁有一波去街仔路的计划。针对这点，苏贞昌回应讲，立法院的选择都是上好的辩论，批评国民党团头较大心，代志煞颠倒头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台视体育警察的嫌犯一审被判无罪，2审的时阵，搁再重新做精神鉴定。经过大病院的鉴定了后，认为嫌犯伫咧犯案的时阵，确实有精神障碍，致使伊分辨能力有降低，敢若会当减刑，袂当判无罪。铁路警察李成汉去年7月份伫火车顶处理补票的问题，却去互姓陈的男性杀害。李成汉的妈妈面对后生的过身，翁婿嘛惊起。即马面对司法判决的结果是真信心，因为一审家己地方法院以台中永民病院家己分院鉴定的结果，认定被告有思觉失调症，判无罪，敢若以50万交保，引起外界的讨论。进前迄伤过草率，迄毋是因兜的人吼。伊也讲伊的亲戚朋友啊，讲伊会拄着即款代志，感觉喏，因家属嘛要连带责任啊，对无？你嘛是要家己顾好啊，对啊。那安尼大家嘛晓，安怎讲我有病啊，免死台挂咧，就拢无代志。进入2审了后，高分院委托成大病院重新鉴定，结果煞规个平盘。成大病院的鉴定显示，姓陈被告长期无食药啊，犯案的时阵有精神障碍，致使辨识能力明显降低。未来若是有食药啊，就会当好好控制。不过，敢若会当减轻伊的刑期，袂当判无罪。嘛认为讲，伊并无反社会人格。他犯案当天，他自己就准备了2把刀，而且他到台北的目的就是要控诉，有人要谋害他。我们还是认为说，本案的被告在外部行为上表征出他一个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特质。针对2审精神鉴定的结果规个平盘，台湾高等检察署台南检察分署检察官表示认同，不过强调讲，姓陈被告也是有反社会人格，希望袂当阁因为安尼来降低伊的刑期。目前已经甲补充理由书交予高分院合议庭，等后个月32审判决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那照现有的师培法规定，那准备考调这个老师牌的人，就要实习半年，才会当算是有正式的教师资格。伫实习期间，毋若无薪水，甚至阁爱纳学分费。刁民将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限，希望政府就爱来斗相共一条。
取方是哪？对驾车有兴趣，嘛，互未来加一条出路。东吴大学中文系郑启峰、甲台师大中文系杨怡林，大学拢有修教育学程。因为之前已经通过教师的资格考，今年8月份去台北市一间公立高中开始实习半年。在上台的过程中，有学到不少那种实务经验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会行政跟教学两方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压力还蛮大的。因两个人讲，实习要4个月，有影学到真侪物件。不过因为伊是为高雄甲台中来的，食大还有交通都是一笔真大的费用。若不是厝内到支持，负担是袂少。我早上7点半左右就会在这里，然后基本上就是到5点半下班，所以我就像是正职一样。无薪水通好领，嘛无时间通去兼工课，真侪实习的老师真期待有津贴的补助。10月底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政府应该研究教育实习补助的津贴，而且若以1个月4000块来估算，敢若占教育部年度预算无到1%。而是下晡4点已经有5000人赴议。不会因为他现在在经济各方面不要造成他的这个困难，部里面应该现在是一个可以考虑比较能够来提供这个实习津贴。教育部表示，低收入甲中收入户的学生，每1个月有1万块的助学金，摕到教师资格的人，买当去偏乡做代理老师，会当以2年来抵半年的实习。不过，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王如地认为讲，即嘛是先资格考才个实习，人数变较少嘛较好掌握。教育部无定会当重新评估未来对老师的投资。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伫去年满30周年，国家人权博物馆也对去年开始用囡仔做主题，培训囡仔规划展览，甲人权的概念做互较具体，也思考伫疫情影响之下，囡仔的受教权甲生存权。这边是石虎区，然后它代表是受保护权，受保护权代表是儿童有权利受到保护，远离毒品。用伫咧物证的招呼，比如囡仔的受保护权，讲出疫情继续滚价，儿童权可能受到多一寡损害。囡仔也用海猪、北极熊，也有猫咪，比如儿童的教育、生存和参与权，佮家己画伫咧展览的海报顶头。这张海报是以我以前打的草稿为基础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其他组都是这样直接这样子横的切，我就想说我想要换个方式。这个展览主要是写互囡仔看的，所以想讲可能因看这个较简单的了解基本的权利，是在讲啥物安尼。去年是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国家人权博物馆对去年到大小耍2档，邀请囡仔兄、囡仔姐以人权做主题规划展览。政治受难者张德洲、陈庆生，也有受难者的逝岁拿文玉，也专工来听囡仔的想法。遮的父母拢有这个意识啊，所以这实在是咱台湾一个真好的进步的迄个氛围。将来他对人或是对家庭或者对社会他都会有一种，这个社会也是他自己做主。是对因的心上看到后盖，咱的社会有更较多乱去向。无共世代对儿童人权的主张和定义有争吵，不如高前辈拢真欢喜看到即摆囡仔会当自细汉就对人权有知觉，会当主张家己的想法，也望因继续伫咧自由的社会不易大汉。记者民警陈玉水台北报道。石盒是一种兰花，其中有一种叫做金彩石盒，是真珍贵的中药材。屏东雾台乡的气候甲环境拢真适合种这款石盒。乡公所也利用这块公有地，打造一片中药食物的培育基地。石棚当中发出一丛一丛青艳艳的食物，随伫咧壁边。若无斟酌甲看，会甲当做一般山壁边的杂草。毋过，毋通看鸟无点，其实这是屏东雾台乡公所专工种的金彩石盒，是一种有正悬经济价值的中药食物。食物科里面有400多种，台湾药用里面只有3种，所以金彩石斛是其中一种。所以你种出来的部分可以当作药用，金彩石斛是一个不错的药材。石盒这个名听起来可能无介熟悉，毋过若讲倒吊兰，可能就真侪人听过。石盒属于兰花科，有真侪款品种，侪人种来看水的倒吊兰，都是其中一种。
金车石刻自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都捌互列做上等的药材，因为雾台气候甲海拔环境正适合种金车石刻，所以乡公所甲台仁科技大学合作，希望会当打造中药食物的培育基地。很符合雾台乡，雾台乡它要800到1200左右的海拔去种出来的药材的金菜15，它的品种疗效是最好的。中央有一个地方创生计划，我们结合这样的一个计划来推动，这个中药产业。因为雾台乡公所有大片的公共造山土地，不过大多数拢是保安林地未当开发，所以乡公所希望甲各界合作，培育上适合的中药食物，邀请部落的族人来种，唔但会当利用土地，嘛希望透过地方创新计划，让部落的青少年愿意留伫故乡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学生囡仔了解大自然的奥妙甲重要，屏东有一位林务局资深的巡山员，甲虎头芳树搬入来教室，让学生情感所关了解大自然的奥妙。头一摆望到这么大粒的芳树，还是囡仔看起来是真欢喜，却也是真着惊。有点恐怖，因为平时没有这么近去看蜂场。它虽然是一个死的，就是它已经其实摘下来的那一种，可是我还是有点恐惧。在场局中邀请对山内环境真熟悉也专业的巡山员来开设农业群课程，那课程中用母语介绍，也让学生感受自然生态甲农业生产的关系，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就是茶叶的味道学生试食一道虎头芳的芳树，透过课程已经袂阁着惊，不过带心态强调树的树龄，也是一款起虎头芳的芳树材料。那个蜜蜂的爸爸妈妈很辛苦，他们要喂那么久，一直都要喂。那芳树古早来规丛树啊，拢会当做药材的布姜的花甲叶啊，加蒸馏做布姜精油露，互学生食看卖。布姜精油露会当消炎止痛，抹帮糖加的碰拍，互学生囡仔感受草木的价值，达得因好好珍惜爱护。认识到我们原生植物，还有我们身边所有的植物，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说应用在很多地方上。老师在芳树甲蒸馏器上课，希望让学生熟悉环境生态、林北生活当中的动植物，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材料。希望未来让选择做农业的学生深入了解大自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分林的柳丁，目前正在大出，说因为雨水不够，柳丁变甲真细粒子，介绍也无水。农委会随启动细粒柳丁的回收加工，希望把这寡二级的收倒回来，唔当破坏柳丁的介绍。一个在云林的农民将采收后的柳丁载到合作农场，但今年因为雨水不足，造成真侪柳丁小果比往年寡济。为着要稳定柳丁的介绍，农委会启动柳丁小果的收购加工。农民希望安尼会当稳定柳丁的介绍。那只狗就是爱翻过阮的台啊，爱用地磅磅就好啊。有在收迄较细粒的，你甲较细粒，因原本较细粒的介绍就较歹啊。咱即摆收起来了，价格小颗的至少会比较稳定一点。对农民，如果说像这种小颗的居多的农民的话，它的价格就会比较高一点。农粮署表示，今年受到气候因素，柳丁生产的状况小果较济，为了要帮助农民针对小果的销售和企划，农粮署启动相关的收购措施，由地方政府评估产区的状况，做一个收购的启动，但介绍需要由双方来合意。执行的期间跟收购加工公果的单位跟加工端的这个单位，他们的价格就由双方去做一个合议的一个契约。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措施，能够协助农民，让他有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文管府农业处就讲，今年柳丁的种植面积大约15公顷，目前的介绍看品质，维持在每公斤16块至25块，但今年小果较济。为了要稳定柳丁的介绍，马一定广告来找加工厂，会当到产地来收购加工果。记者为您报道。对于1999年演出较大的日本电影《完全契约》第9集自七伫咧日本就被放送啊。不过，这出电影有98%以上的景地拢伫咧家己大拿的历史建筑万国戏院所翕的。日本电影公司为着要感谢台湾的协助，这个月23日暗时也特别伫戏院举办电影放送会。我们欣赏的这个相比我们的这个
也未到电影放送的时间，想要看电影的民众拢挤伫咧戏院门口想要入来。这出电影为1999年就放送第一集，即马翕到第9集，而且佫伫大拿历史建筑来翕。为了感谢家己在地协助，27才要伫日本放送的电影，23号暗时就先来家己放互大家看。不管是大只，也是你的迄种的背景遐物件，我拢来帮伊处理安尼。所以较有这个机会，来甲咱大拿这，所以等于看过了后，有五剧剧本，等迄种的疫情过了后，因就会甲咱超时间会来咱遮翕。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来到台湾的日本导演。透过网络，甲来看电影的民众说多谢，伊嘛透过翻译表示，台湾的宗教甲地方的文化，互伊有真深的体验，嘛真感谢有这间戏院会用完成这出电影。像痴人一样的，就是很痴情的人哦，为地方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戏院，不然我相信没有办法吸引电影公司来。希望到嘉义来拍摄的人，透过网络就可以可能找到这个感觉哈。那未来实际上很多的电影的协助，我们也都会去做相关的处理。那包括有一些微薄的预算，那我们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补助。嘉义县政府表示，有愈来愈侪影视作品来到嘉义县取景，原来嘛已经整理300外个通翕电影、电视的中所资料，放伫咧网络顶面，提供予有需要的单位。希望因透过影视的作品，互更较侪人会当来日捌嘉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高雄的台湾舞剧团最近伫旧城东门通水典礼演出，遭讲断到成风夜戏出。戏文内面有讲到河南话甲台语的对话，舞剧内面也有唱歌戏，又阁是一种无共款的文化结合。风吹时，旧城保护百姓，如今市民都爱守护旧城。左营的旧城头前，古早时代凤山管府的左王爷，甲左营新丰爷同台表演。新丰唱歌戏，左王爷唱的是舞剧。其实这是台湾舞剧团为着左营旧城东门通水特别编的戏出，两个人用河南语佮台语对唱，听起来袂小可煞真好，互人感觉真新奇。高雄有贡献的一位先人，跟我们在地的这个神明，两个人因为这个饮水也是一件大事嘛，原本就有曹公的这个剧本，就拿出了一小段，那再配合了，我就稍微编写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唱词。演新丰唱歌戏的是舞剧红袖王海林的查某囝刘建华，伊捌伫杨丽花歌戏团合习，即马是舞剧团的小生。伊讲舞剧甲歌戏身段差不多同款，毋过唱调差真济。我跟廖琼芝老师，然后跟杨丽花杨阿姨都有学习过这个歌子戏，那也是我很喜爱的一个剧种。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常常想说，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多元的、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这个氛围里面呢，自然我们在舞台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歌子戏，也有豫剧，甚至有黄梅调。有京剧，可以共同一起来演出。台湾舞剧团已经有67年的历史，唔但已经本土化，逐当拢会甲其他剧团合作，互相交流，因坚持传统嘛有创新，豆豆发展出台湾特色的在地文化。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7度到26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
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的时间咱再会。